咱常听时大人讲，食酸较痛，实际上伫咧临床久长来国际拢甲酸当作痛来治疗。不过，咱中研院的研究员陈志成研究团队就发现，引起酸甲痛的神经其实是无共款的。伊就用台语的罗马拼音新创一个字，叫做 sensation 来表达酸的感觉。即马嘛放伫咧国际期刊顶悬。用台语来讲，酸痛、痛麻拢有无共款的症状表现。其中酸痛在国际医学旧年来拢甲酸甲痛看做同一种的治疗。不过到底什么情形会感觉酸呢？坐较久啦，坐较久会腰较酸安尼。叫我安尼袂动啊，我就紧起来，安尼小可，搁叮当者。身体酸的时，咱会想要存温；若是痛，根本就袂想要去叮当着。中研医生医所的研究员陈志成表示，这就是面对酸甲痛上无共的反应。经过13单的研究，发现本体感觉神经其实是一种酸甲神经。研究团队特别把酸的感觉用台语酸的罗马拼音，新创一个专业名词，号做 sensation， 伫咧国际重要的学术期刊《科学前沿》发表。你若讲酸甲痛无共款，伊讲有特别的神经，所以。阮这篇论文就是找到真正有酸的神经，那因为有酸的神经，阮才会通讲酸甲痛无共款。另外嘛，因为台语和英语、日本话、韩国话拢无共款，有特别区别酸甲痛，互陈志成对酸的研究愈做愈深。伊找32位专家来讨论，包括医学、体学、语言学等等，找出酸的无共表现。比如运动了后的酸，甲做手术了后的酸拢无共款。研究团队拍算性列出16个甲酸有关的字词，未来嘛按算要写作论文，伫咧国内外发表。因拢甲酸当作痛的一部分，所以变得讲咱为什么讲咱台湾设计一寡无共款的字，来解释讲啥物是酸啊？伊是啊无甲痛有啥物无共？因为咱上清楚。陈志成表示，因为语言和文化的无同，互咱对酸的感觉有愈有路的表达方式，互台湾人有话语权，通去解说什么是酸、深化 sensation 的研究。伊认为这项研究若是愈侪人参与，毋但医学上通改变对酸的治疗方式，嘛通促进药物药理的开发。无论是对运动伤害，还是老人照护等等，拢是真重要的发现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